人情冷暖啊。苏秦将去游说楚王，路过洛阳，父母听到消息，收拾房屋，打扫街道，设置音乐，准备酒席，到30里外郊野去迎接。妻子不敢正面看他，侧着耳朵听他说话。嫂子像蛇一样在地上匍匐，再三再四地跪拜谢罪。苏秦问嫂子为什么过去那么趾高气扬，而现在又如此卑躬屈膝呢？嫂子回答说，因为你地位尊贵而且很有钱呀。苏秦叹道，唉，贫穷的时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，富贵的时候连亲戚也畏惧。人活在世上，权势地位和荣华富贵，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？双引号。方志范。注释：一、苏秦，战国时洛阳人，著名策士。连横，战国时代和6国抗秦，称为约从或合从。秦与6国中任何一国联合以打击别的国家，称为连横。二、说，书一说，劝说，游说。秦惠王，西元前336至西元前311年在位。三、八、今四川省东部，属今四川省西部，汉中，今陕西省秦岭以南一带。四、狐，指匈奴族所居地区。和，鹤，一种形似狐狸的动物，毛皮可做球。代，今河北、山西省北部，比产良马纹饰。五、巫山，在今四川省巫山县东。黔中，在今湖南省沅陵县西。县，屏障。六、尧同，尧山在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。函谷关，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。七、奋楫，奋勇晋级的武士。八、天府，自然界的宝库。九、俨然，庄重矜持。十、愿以翌日，愿改在其他时间。11、神农，传说中发明农业和医药的远古帝王。卜岁，古国名。12、黄帝，姬姓，号轩辕氏，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。涿鹿，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南。秦，通秦。蚩尤，神话中东方9黎族的首领。13、欢欢，兜，尧的大臣，传说曾与共工一起作恶。14、三苗，古代少数民族。15、共工传为尧的大臣，与欢兜、三苗、滚并称四兄。16、有夏，即夏桀。有，字无义。17、崇，古国名，在今陕西省户县东。18、纣，商朝末代君主，传说中的大暴君。19、伯，同，霸，称霸。20、鄂，同，乌，和。21、谷，车轮中央圆眼，以容车轴。这里代指车程。22、是，修饰文辞，极巧为游说。23、乱端聚起，群义分起。24、筹着，多而乱。25、辽，依靠。26、章，章，明显。27、伪服，华丽的服饰。28、利，通，利，魔力。29、土楚，白白的等待。30、武伯，伯同，霸，武伯即春秋五霸。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5个诸侯：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。31、杖，持着。铜，乔冲，冲刺。32、凌驾于上。万乘，兵车万辆，指大国。33、屈，同，屈服。34、元，人民。35、四主，继位的君王。36、治道，指用兵之道。37、昏，不明。38、说不行，指连横的主张未得实行。39、雷，来雷，缠绕。腾，绑腿部。敲，朱雀，草鞋。40、驼，图欧驼，囊。41、离，通，离，黑色。42、龟，应作，溃。43、人，轮刃，纺织机。44、太公，将太公履上。音符，兵书。45、简，选择。
练，熟习。46足，应作，种，足根。47磨，靠近。燕屋及，宫阙名。48华屋，指宫殿。49底，通，底，皆西指，拍击。50武安，今属河北省。51义，通，义，一义24两。52关，函谷关，为六国通勤要道。53是，用。54郎庙，为朝廷。55龙，显赫。56山东，指华山以东。57使赵大众，为使赵的地位因此而提高。58绝门，铜窟门，窑门。桑户，桑木为板的门。圈，葵安圈，书，树枝做成的门书。59是，车前横木。尊，阻尼尊上升，节制。60抗，通，抗。61章，设置。62句，傲慢。63季子，苏秦的字。64盖，同，和。范雎说秦王。战国策。题解：范雎，据汉墓出土帛书作范且，本是战国魏人，在魏不得意，又遭诬受冤屈，遂入秦献书昭王，昭王悦而召见。本篇所记，就是昭王初见范雎时，昭王执礼甚恭，范雎试探再三，然后尽说的情景。后来秦王毅然废太后，逐穰侯，用范雎为相，封为应侯。范雎至秦，王庭迎，敬执宾主之礼。范雎辞让。是日见范雎，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。秦王平左右，宫中须无人。秦王贵而请曰：“先生何以信教寡人？”范雎曰：“为。”有间，秦王复请，范雎曰：“为。”若是者3。秦王既曰：“3，先生不信教寡人乎？”双引号。范雎谢曰：“非敢然也。臣闻使使吕尚之欲文王也。4身为渔父而钓鱼为阳之宾耳。若是者，教书也。以一说而立为太师。5载与俱归者，其言深也。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，足善天下而身立为帝王。6即使文王书吕望而弗与申言，是周无天子之德，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。今臣积吕之臣也。7教书于王，而所愿臣者，皆匡君之事。8楚人骨肉之间。9愿以臣之陋中，而谓之王心也。所以王3问而不对者是也。臣非有所谓而不敢言也。知今日言之于前，而明日伏诛于后，然臣弗敢谓也。大王信行臣之言，死不足以为臣患，亡不足以为臣忧。欺身而为利，10披法而为狂，不足以为臣耻。5帝之盛而死，11三王之仁而死，12五伯之贤而死，13巫祸之利而死，14奔欲之勇焉而死，15死者，人之所必不免也。处必然之事，可以少有补于秦，此臣之所大愿也。臣何患乎？伍子胥驮载而出昭关。16夜行而昼伏，至于陵水。17鼓以耳其口，作行匍匐。18起食于无事。19足兴吴国，何卢为霸。20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忧求，终身不复见，是臣说之行也。臣何忧乎？箕子皆于。21欺身而为利，被发而为狂，无异于殷楚。使臣得同行于箕子，皆于欺身可以补所贤之主，是臣之大荣也。臣又何耻乎？臣之所恐者，独恐臣死之后，天下见臣尽忠而身绝也。22是以渡口果足，莫肯及秦耳。足下上谓太后之言。23下获奸臣之态，居深宫之中，不离保父之手。24终身暗祸，古与赵奸，大者宗庙灭父。25小者身以孤为。此臣之所恐耳。若夫穷入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弗敢畏也。臣死而秦至，贤于生也。双引号。秦王既曰：先生是何言也？夫秦国僻远，
寡人余不消，先生乃幸至此，此天以寡人先生26而存先王之妙也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，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。先生奈何而言若此？事无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愿先生悉以教寡人，无以寡人也。范雎再拜，秦王亦再拜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战国策秦策5》。范雎来到秦国，秦昭王在宫廷里迎接，恭敬地执行宾主的礼节。范雎表示辞让。这一天接见范雎，看到那场面的人无不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秦王病退，左右的人，宫中没有别人了。秦王跪着请求说：“先生拿什么来赐教寡人？”范雎说：“对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秦王再次请求，范雎说：“对。”像这样有3次了。秦王常跪着说：“先生不肯赐教寡人吗？”双引号。范雎表示歉意说：“不是臣子敢这样啊。臣子听说当初吕尚遇到文王的时候，身份只是个渔夫，在渭水北岸垂钓罢了。像这种情况，关系可说是生疏的。结果一谈就任他做太师，请他同车一起回去，这是他们交谈得深啊。所以文王果真得到吕尚为他建立的功勋，终于具有天下而自身成了帝王。假如文王因为跟吕望生疏而不跟他深谈，这样周就没有天子的德行，文王、武王也就不能成为王了。现在臣子是个客处他乡的人，与大王关系疏远，而所想要面陈的，又都是纠正国君偏差错失的事。处在人家骨肉之间，臣子愿意献上一片浅陋的忠诚，却不知大王的心意如何，所以大王连问3次而不回答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臣子并非有什么害怕而不敢说，即使知道今天说在前面，明天受死刑在后面，然而臣子也不敢害怕。大王真能实行臣子的话，死不足成为臣子的祸殃，流亡不足成为臣子的忧虑，浑身涂漆像生赖疮，披头散发装作发狂，不足成为臣子的耻辱。武帝这样的圣人要死，三王这样的人人要死，武伯这样的贤人要死，乌火这样的力士要死，孟贲、夏禹这样的勇士要死。死是人无法逃避的，处在难免一死的形势下，可以对秦国稍微有些益处，这就是臣子最大的希望了。臣子还担心什么呢？伍子胥藏在袋子里混出昭关，夜间赶路，白天隐蔽，到了陵水，没东西可吃，坐着走，爬着行，在吴氏讨饭，最后振兴了吴国，吴王阖庐成为霸主。假如臣子进献谋略能像伍子胥那样，就是把我禁闭起来，终身不再见大王，只要臣子的主张实行了，臣子忧虑什么呢？箕子、嗟于他们，浑身涂漆像生赖疮，披头散发装作发狂，可是对殷朝、楚国并无好处。假如臣子可以跟箕子、嗟于有相同的行为，浑身涂漆能对我认为贤明的君主有所帮助，这就是臣子最大的荣耀了。臣子又有什么耻辱呢？臣子所怕的，只怕臣子死了以后，天下人看到臣子尽了忠而身体倒下，从此锁住了嘴，裹住了脚，没有人再愿到秦国来罢了。大王上怕太后的严厉，下受奸臣的伪装迷惑，居住在深宫之中，离不开辅臣的手，终身受到蒙蔽，没法洞察奸佞，大则王室覆灭，小则自身陷于孤立危险的境地。这才是臣子所怕的。至于那些被困受辱的事，死刑流亡的祸殃，臣子不敢害怕。臣子死了而秦国能够治理好，比活着更有意义。双引号。秦王直跪着说：“先生这是什么话？秦国远离中原，僻处西方，寡人又笨拙而不贤明，先生竟能光临此地，这是上天要寡人来烦劳先生，从而使先王的宗庙得以保存啊。寡人能够受到先生的教诲，这是上天赐恩于先王而不抛弃他的儿子啊。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”
是不论大小，上到太后，下到大臣，希望先生全都教导寡人，不要怀疑寡人啊。范雎向秦王拜了2拜，秦王也向范雎拜了2拜。王维题。注释：一、庭指宫廷。旧本《古文观止》此句作王庭迎范雎。按原文，王庭迎，下无范雎二字，本篇从原文。二、姓表示尊敬对方的用语。寡人，古代诸侯向下的自称，即所谓自谦是寡德之人。三、即古人席地而坐，姿势是双膝着地，臀部坐在自己脚跟上。即是双膝仍然着地，而把上身挺直起来，是一种表示恭敬、有所请求的姿势，也称为长跪。四、吕尚，姜姓，吕氏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号太公望。博闻多谋，楚因之末世，不得志，垂钓于渭水之阳，后遇文王府中灭殷。文王，姬姓，名昌，生前称周西伯或西伯昌。武王灭殷后追谥文王。遇吕尚于渭水北岸。五、太师，商周之际高级武官名，军队的最高统帅。与后世作为太子的辅导官或乐师的太师，名同实义。六、善天下，拥有天下。按文王生前位极，善天下，也谓身立为帝王。这里是和文王、武王二人笼统言之。七、姬是姬，吕做客他乡。八、匡君纠正君王的偏差错误。九、骨肉，这里指宣太后与秦昭王的母子关系。十、立借作赖。11、武帝，传说中的上古帝王，《史记》据世本大代理定为皇帝，专序帝库，唐尧、虞舜。12、三王，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创者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武王。13、武伯，即春秋五霸。本文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。14、巫霍，秦国力士，传说能举1000军之众。秦武王爱好举重，所以宠用巫霍等力士。巫霍位至大官，年至80余岁。15、奔，玉，孟奔，伊作奔，夏玉。战国时魏人，一说其人。据说孟奔能生拔牛角，夏玉能力举1000军，都为秦武王所用。16、伍子胥，名媛，字子胥，春秋楚人。楚平王杀其父兄伍奢及伍尚，子胥逃奔郑，又奔吴，帮助吴王阖闾即位并成就霸业。佗，图奥佗，代子。昭关，春秋时楚吴两国交通要冲的，在今安徽含山县北。伍子胥逃离楚国，入吴途中经此。17、陵水，即溧水，在今江苏省西南部，临近安徽省。18、匍匐，同，匍匐。19、吴氏，今江苏溧阳。吴越春秋卷3，子胥至吴，即于中道，起时溧阳。20、何卢，吴王阖闾，前514前496年在位。参见伍子使扎来聘注14。21、姬子，商纣王的叔父，封于姬，今山西太谷东北。因见纣王而被囚禁，武王克殷，才得到释放。皆于春秋楚隐士，人称楚狂，曾唱《凤兮》歌奉劝孔子避世隐居。据史籍记载，姬子皆于都曾佯狂，但未见有欺身为利的事。22、绝跌倒。23、太后，指秦昭王之母宣太后，姓芈。秦武王举鼎西部骨折而死，子昭王即位才19岁，尚未行冠礼，宣太后掌握实权。24、保父，太保、太傅。周代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3公。这里泛指辅佐国王的大臣。25、宗庙，古代帝王、诸侯等祭祀祖宗的处所，引申为王室的代称。26、哼混，打扰，烦劳。邹忌奉齐王纳谏。战国策题解，这篇写其乡邹忌，有自知之明，从而领悟到一个被偏爱者、敬畏者、有求者包围的人，
可能因听不到真话而导致完全错误的判断。他用切身的体会劝谏其威王，终于使威王听从。本文语言简洁，句法多变，如邹忌与妻、妾、客的对话，三问三答，表达的内容完全一样，但由于句法上稍作变化，文章就显得活泼而不板滞了。凤只用委婉的语言来进行劝告。邹忌修八尺有余：一、形貌叠丽；二、朝服衣冠窥镜；三、谓其妻曰：“果孰与城北徐公美？”其妻曰：“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公也？”城北徐公，其国之美丽者也。既不自信，而复问其妾曰：“吾孰与徐公美？”妾曰：“徐公何能及君也？”旦日，巳，客从外来，与坐谈。问之客曰：“吾与徐公孰美？”客曰：“徐公不若君之美也。”双引号。明日，徐公来，孰视之？吾自以为不如，窥镜而自是，又弗如远甚。穆寝而思之曰：“吾妻之美我者，思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谓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”双引号。于是入朝见威王曰：“六，臣诚之不如徐公美。臣之妻思臣，臣之妾为臣，臣之客欲有求于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今其地方千里，120城，公妇左右，莫不思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内，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观之，王之必甚矣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下令，群臣利民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上书见寡人者，受中赏；能谤议于市朝。七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。双引号。令初夏，群臣进谏，门庭若市。数月之后，时时而监禁。其年之后，八，虽欲言，无可进者。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，皆朝于齐。此所谓战胜于朝廷。选自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战国策》其册1。邹忌身高8尺以上，体型容貌俊美。他穿着礼服，戴上冠，对着镜子细看，问他的妻子说：“我跟城北徐公谁美？”他妻子说：“你美极了，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呀？”城北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。邹忌不太自信，就在问他的侍妾：“我跟徐公哪个美？”侍妾说：“徐公哪能及得上你呢？”第二天，客人从外边来，一块儿坐着说话，又问客人说：“我跟徐公谁美？”客人说：“徐公不如您美。”双引号。过了一天，徐公来访，邹忌仔细端详他，自以为不如，再照镜子看自己，更感差得很远。夜晚躺着，心里在想这件事：我妻子说我美，是偏爱我啊；侍妾说我美，是怕着我啊；客人说我美，是想有求于我啊。双引号。于是进朝廷见威王说：“臣子确实知道不如徐公美，臣子的妻偏爱臣子，臣子的妾怕臣了，臣子的客人想对臣子有所求，都说我比徐公美。现在齐国土地方圆千里，有120座城邑，国王的后宫嫔妃左右亲信，没一个不偏爱王，满朝大臣没一个不怕王，一国之内没一个不有求于王。从这点看来，国王看不清真相就很严重了。威王说：“说得好。”就发布命令，当官的、当差的、当老百姓的，能当面指责我国王过错的，得上等奖；呈上书信劝谏我国王的，得中等奖；能在公共场所说坏话传到我国王耳中的，得下等奖。双引号。命令刚发下时，臣子们上朝觐见，从宫门到殿堂好像集市一样。几个月以后，还经常有人断断续续来觐见。1年以后，即使想说，也没什么可以向上提的了。燕国、赵国、韩国、魏国听到这件事，都来朝拜威王。这就是所谓战胜敌国于朝廷之内。王维题。注释：1. 邹忌，史记，作邹忌，齐人。
其桓公时就任大臣，威王时为相，封于下邳（今江苏邳县西南），号成侯。后又是宣王。修长8尺，战国时各国尺度不一，从出土文物推算，每尺约相当于今18到23公分左右不一。2叠通义美。3朝月服衣冠，早上穿戴衣帽。4旦日明日。5熟通熟，熟视注目细看。6威王，其威王殷齐。前320，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之子。在位37年，知人善任，改革政治，是个较有作为的国君。7是朝，指人众汇集的地方。8期是鸡年，一整年。冯轩克孟尝君。战国策。题解：战国时期各国盛行仰视之风，是成为社会上一种特殊势力。最著名的仰视者如齐国孟尝君、赵国平原君、魏国信陵君、楚国春申君，以上号称战国四公子。秦国吕不韦等都广招门客至数千人，极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。本篇所记，就是孟尝君礼待时刻冯轩，冯轩知恩报答，为孟尝君出谋划策，奔走效劳，使孟尝君既获美名，又得实益的故事。其中剿命烧债券之举，虽然目的是为孟尝君收买民心，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。关于这则故事，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的记载颇有出入。其人有冯轩者：1贫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属孟尝君；2愿济时门下。孟尝君曰：克何好？曰：克无好也。曰：克何能？曰：克无能也。孟尝君笑而受之曰：诺。左右以君见之也，时以草具。3居有卿，以助弹其剑，歌曰：长夹归来乎？时无虞。左右以告。孟尝君曰：食之，彼门下之于客。4居有卿，复弹其夹，歌曰：长夹归来乎？出无车。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尝君曰：为之驾，彼门下之车客。于是乘其车，接其剑，过其有曰：孟尝君克我。5后有卿，复弹其剑夹，歌曰：长夹归来乎？吾以为家。左右皆恶之，以为贪而不知足。孟尝君问：冯公有亲乎？对曰：有老母。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，无使罚。于是冯轩不复歌。后孟尝君出祭，问门下诸客：谁习忌讳，能为文收则于薛者乎？6冯轩属曰：能。孟尝君怪之，曰：此谁也？左右曰：乃歌夫长夹归来者也。孟尝君笑曰：客国有能也，吾复之，未尝见也。请而见之，谢曰：闻倦于事，愧于忧。7而性小于 BZGWGZ 下划线001 BZ 大于8，臣于国家之事，开罪于先生。先生不修，乃有意欲为收则于薛乎？冯轩曰：愿之。于是约车至庄。9载劝弃而行。10辞曰：则必收，以何事而返？11孟尝君曰：是吾家所寡有者。双引号。屈而知薛，使立召诸民当场者，悉来何劝？劝便和，起剿命以则赐诸民。12因烧其劝，民称万岁。长驱到齐，臣而求见。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见之，曰：则必收乎？来何疾也？曰：收必矣。以何事而返？冯轩曰：君云上句点是吾家所寡有者。臣切记，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10外郎，每人充下臣。13君家所寡有者以异耳，窃以为君是异。孟尝君曰：是异奈何？曰：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抚爱子其民。14因而假立之。15臣妾剿君命，以则赐诸民，因烧其劝，民称万岁。乃臣所以为君是义也。孟尝君不说。16曰：诺，先生休矣。双引号。
后其年，齐王谓孟尝君曰：“17，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。18，孟尝君救国于薛，未至百里，民扶老西幼，迎军道中。孟尝君故谓冯轩曰：先生所为文士义者，乃今日见之。冯轩曰：狡兔有3窟，仅得免其死耳。今君有1窟，未得高枕而卧也，请为君复凿2窟。孟尝君与车50乘，金500斤，西游于梁。19，谓梁王曰：20，其放其